这孩子真挺懂事的。金子！天啊，家里居然有金子！那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缺吃的了。不，这不义之财不能动。这不是城里的刮刮乐吗？我看看。哟，天啊，中奖了，20万！20万！20万！你们有没有发现，只要小丽干活，我们就会变有钱？难道是咱们家捡到福星了？这不是不义之财，这是天道酬勤啊！老天爷喜欢这孩子。爹，快过来，那儿有蘑菇。好啊，这一下我们家就不会挨饿了。快去周围看看，多采点。快！好。死人了！爹，死人了！哪里啊？婉儿哎，还活着，但很虚弱，肯定是厄运的。爸，我知道你要救这个孩子，可我们家沈家人没有见死不救的，走开！妈，把这个蛋也给煮了吧，给妹妹补补身体。可是这鸡蛋本来留着是给你治腿的呀。可是家里没东西吃了，把这个鸡蛋给妹妹吃了，说不定妹妹就能活了。好，韩墨长大了，真懂事儿。哎呀，孩子，你醒了，来，快把这汤喝了。阿姨，谢谢你。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爸爸妈妈呢？我叫沈黎，我爸爸妈妈都饿死了。原来妹妹也姓沈，爹，求求你收养妹妹吧。可是这今年光景不好，怕……哎呀，大不了我把我那份饭让给这孩子吃，这孩子我养定了。行了，回头我上村里借点粮食，明年我再多种点地，总不能让这孩子饿死在外边吧？听你们的，这孩子我养了。谢谢叔叔阿姨哥哥爷爷，我不白吃你们的，我很能干活的。瞧这孩子。老婆，你知道我这一个月赚了多少钱吗？100万！咱们家以后就是百万富翁了。我都想好了，以后啊，专门开个投资公司，投资那些没有人看好的夕阳产业。明明有钱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我们赚了那么多钱，可小黎她得吃多少苦啊！老婆，你放心，等小黎到了年纪啊，我就把我拥有的一切都交给她。现在就当是磨练孩子了。沈总，您简直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操盘手。您所有看中夕阳红的股票，我们购入之后全部暴涨，最起码能赚1个亿。沈总，我太佩服你了。之前你买了那么多的烂尾楼，我还不理解，现在这些烂尾楼全部变成了学区房，转手就赚了20个亿。爸爸妈妈、爷爷，你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家里并不宽裕，还供我读完了大学，现在到了我报答你们养育之恩的时候了。来，小黎啊，
这是家里的全部积蓄，你拿着，在外面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怕事，有困难一定要告诉爸。小黎，你到了外面要注意身体，好好吃饭，工作不重要，受了委屈啊就回家，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丫头啊，外面闯荡不容易，爷爷呢送你4个字：大展宏图。妹妹，哥哥知道你一直想要个手机，这是哥哥特地去买了新的2手手机，你拿着。被人欺负了，记得给哥哥打电话，哥哥帮你抽爆他们的狗头。哥，傻妹妹，别哭了，你好我们就好，知道吗？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要替我照顾好爸爸妈妈和爷爷。肯定的。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一定要接你们去城里过好日子。好。沈乔，你还嫌小黎吃的苦不够吗？你现在已经是全球首富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小黎这些年吃了那么多苦，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去打工啊？老婆，我也不想看到小黎受苦啊，但是小黎毕竟要继承我们沈家的财富，他才刚毕业，不知道社会险恶，这次也让他好好历练历练，过段时间我就会宣布小黎全球首富千金的身份，到那时我亲手把财产交给他。董事长，派人看住大小姐，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是。啊，这还差不多。哇，不愧是大城市啊，饭店都修得这么豪华。咱们顾氏集团处处被沈氏集团打压，现在就只剩下这个度假酒楼了。听说沈氏集团要进军酒楼，这可怎么办呀？关键是现在江城所有人都听到风声，都等着直接入职沈氏集团，根本没有人愿意来咱们这儿。现在连个服务员都找不到。请问这里招人吗？我可以当服务员。你，工资，只有3000，你确定来吗？工资有3000多啊，减去日常开销，每个月可以寄回家2000，这样爸妈他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确定。好，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今天就把东西搬过来吧。我们这里好呀，包吃包住。包吃包住，又可以寄多点钱回家了。谢谢老板，我现在就可以干活，可以给我多算半天工资吗？包吃包住，1分不花。有水面了！来人，有人落水了！救命啊！我不会用救命啊！救命啊！喂，人工呼吸。我有这么难看吗？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小周哥哥，听说你掉水里了，你没事吧？我看看。季清寒，你来干嘛？臭小子，你怎么说话的？顾家现在我也在担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和季家联姻。清寒啊，是来提亲的。听说你出事了，马上就赶过来了。公司的事情我会解决的。提亲啊，我不同意，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小周哥哥，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感情的事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我没骗你，我确实有喜欢的人。我不信，我不信，除非你指给我看。我喜欢的人就是他，沈离。哎，他，沈离，就是我喜欢的人。不可能，你怎么会喜欢上一个服务员呢？小周哥哥，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告诉我你是骗我的。季小姐，我们不是我们俩早就你想的那样。在一起了。刚刚你还亲了我，不是吗？是。啊，不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不会喜欢你。小周，你们的事情我不同意。他一个服务员怎么能配得上你？服务员怎么了？他我娶定了。我们走。你要带我去哪儿？民政局领证。我要被扣工资的！哎，我要上班，老板！顾周，你竟然喜欢一个服务员都不愿意喜欢我，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清寒，谈得怎么样了呀？什么时候结婚呀？问你的乖儿子去吧。老公，发生什么事了呀？我也不知道呀。小周他要跟一个服务员结婚。什么？我不同意！我要上班，我要上班！你知道多少人想跟我结婚吗？你必须去。我管你要跟谁结婚呢，都不能当我挣钱！居然敢跳起来打我！500万！走！1年，这1年啊，你相当于给我打工。这段时间我不会碰你，陪我演下去，1年后离婚，这500万就是你的了。1年时间，只要1年就可以挣500万啊！到时候我不仅可以把爸妈接到城里，还可以给哥哥找一个城里的媳妇儿。这个是你说的，不许反悔啊！还有，你不能对我动手动脚的。好，我答应你。走吧，老婆，我们回家。顾周，你骗人！顾周，你应该叫我什么？小周，你不会真的跟他结婚了吧？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小周，你要是不喜欢季清寒，可以给你找其他家的姑娘。婚姻大事怎么可以胡闹？看你表现了，500万哟。叔叔阿姨，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小周的。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必须通过我对你的考验。我答应你，阿姨，我一定会通过考验。想做顾家的儿媳妇儿，必须具有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你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只要你能坚持1个月，我就承认你是我顾家儿媳妇儿。阿姨，我会努力的。年轻人，就让阿姨教你什么叫做自不量力。这个宴会厅，你一个人要在2个小时内布置出来。如果客人来发现一点点问题，你就可以滚了。500万，500万！你给我把这一片都打扫干净，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片落叶。是。
我可以的。这孩子太能吃苦了，我不想考验他了。就算让他去把全城的大街都扫了，我看他也能干下来。是。行。500万！董事长，经过这1个月的调查，我们公司的收益率、股价、市值增长了10倍。我们现在掌握世界财富的10%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吧。10倍，那小黎他得吃多少苦，才能给公司带来这么高的收益啊？我已经决定了，现在家里的财富已经足够多了。明天我就去小黎上班的地方，在那儿公布她的身份。老公，我想给小黎打个电话。好。喂，小黎，你还好吗？喂，妈。小黎，你还好吗？你工作辛苦吗？我一点都不辛苦，你放心吧。你在那儿工作要好好照顾身体，好好吃饭。如果觉得苦了就回家，爸妈呀养得起你。你放心吧，妈，我真的一点都不苦，而且我明天就要发工资了，3000多呢，我花都不知道怎么花。到时候打给你，你跟爸他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不要让自己委屈，爸妈有钱，你自己留着花啊。好了，不跟你说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睡觉了。好，早点睡，晚安。500万。小黎，你在这儿忙了一晚上。没事，我一定会通过阿姨的考验的。都是我不好，我这几天太忙了。这样，你先别搬了，妈妈找你有点事啊。小黎啊，你通过考验了，我们打算1个月后举办你和小周的婚事。顾远啊，看来你还是认了这个女的，做儿媳妇是吧？秦寒，叔叔对不住你，但小周跟小黎是真心相爱的。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跟我自称叔叔？我今天来啊，就是告诉你们，我们季家即将和沈氏集团达成合作。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你只要让顾周娶我，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等我们和沈氏集团达成合作之后，我一定会让你们在这个行业里无法立足。出发！我一定会让你们在这个行业里无法立足。小周是我儿子，小黎是我认可的儿媳妇。如果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抱歉，让你失望了，请回吧。回？切，我为什么要回啊？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跟你们聊合作。怎么，顾远，你要赶走你的客户吗？季星寒，我顾家……叔叔，季家现在攀上了沈氏集团，我们得罪不起。哎，季小姐，
你有什么合作可以和我们说说吗？我要把这个酒楼包下来。你个乡巴佬，你懂这些吗？不过你来的正好，你去帮我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吧，我要在这里开宴会。哎，别理他，李丽。清寒呀，既然要搬东西，我喊几个人过来搬。你不是要开宴会吗？我们去里面聊，怎么样？记住，我是客户，我们即将和你们顾家是2个层面上的人了。你们呀，最好还是听我的。阿周，没事儿，我干活干习惯了，我去吧。哎，我和你一起去。顾钊，你宁愿娶那个乡巴佬都不愿意娶我，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哎，我来吧。这个挺沉的，你可以吗？相信我，可以。顾钊，哎呀，小周，你没事吧？最近天天通宵在公司忙工作，都没时间好好休息，快去休息吧。我不去，我要陪着小丽。去，我可以的。走吧。哎，你在这休息，我去帮小丽搬东西。不许动！我要让她一个人搬，你们谁也不许过去帮忙。季清寒，你我什么我？你是要打我呀？来呀，来呀！哎，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是再敢帮他一下，我让你们季家灰飞烟灭！小丽。哎呀，你把我餐具都摔碎了，这可是从意大利进口过来的，把你卖了都赔不起，知道吗？多少钱我赔给你，我们顾家不欢迎你，赶紧给我走！你赔？你也配？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随时让你破产。顾家要是破产了，你就是罪魁祸首。对不起，季小姐，求求你不要伤害顾家，你说什么要求都可以配合你。好啊，你刚把我鞋子弄脏了，你给我擦干净，然后再跪下来磕100个响头。丽丽，马上就要见到妹妹了，不知道她是胖了还是瘦了。我们今天是来公布小黎身份的，你们可都给我精神点儿！我要全世界都知道小黎是我沈乔的女儿。这什么破地方啊！这1个月以来，小黎肯定吃了不少苦。这个酒楼啊，在这个小地方还算是不错的，放心吧。不过呢，过了今天，小丽就不用再受苦了。真是一条听话的好狗啊！别忘了，还有100个响头呢。那不是小黎吗？啊，小黎！爸妈，爷爷，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怎么穿的这么好看？在哪租的？小黎，你是不是受人欺负了？小黎，谁欺负你了？跟爷爷说，爷爷给你做主。咱们家可是……沈黎，你这个贱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人聊天呢？你信不信我一句话，我就能让你去街上去要饭？你是什么人，敢这么跟我女儿说话？哦，原来你就是这个贱人的爸爸呀！你又算个什么东西，跟本小姐这么说话？你只要你们不怕连累顾家，那你们打呀！怎么怕了？别怕，来打！来！告诉你们，只要我们季家跟沈家达成合作，我保证顾家活不过1个礼拜。沈乔，你非要隐藏什么小黎的身份？今天你必须帮小黎讨回公道！你在找死！爸，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我玩不死他，我就不叫沈墨。沈总，您打电话是有吩咐吗？这天我给你2个小时，我要是看不到你女儿跪在沈氏集团门口，后果你知道的。我给你2个小时，我要是看不到你女儿跪在沈氏集团门口，后果你知道的。我替我父亲向您道歉，请你放过父亲。小黎，你不用给他道歉。季清寒，这件事情自始至终跟小黎没有任何关系，有什么招就冲我来，给我别再动弹了。顾中，你这话你怎么说出的口的？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我花了那么长时间去追你，你当我是空气呀？你居然娶这个乡巴佬！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跟你没完！季清寒，你他妈干什么？现在立刻马上去沈氏集团门口等我！你敢迟到就他妈给我滚出季家！我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小黎，你没事吧？今天算你们走运，你们给我等着！小黎啊，这几位是？叔叔阿姨，这是我爸妈爷爷，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突然过来的。哦，原来是亲家公啊！你说你来了也不说一声。小黎，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叫你爸叫亲家公啊？爸妈，你们放心吧，这都是假的。我跟他儿子约定好了，只要跟他假结婚1年，就可以挣500万，以后咱们就不用辛苦了。哎呀，小黎呀，你简直是胡闹啊！哎呀，小黎，你简直是胡闹啊！你赶紧去跟他们说清楚，跟我回去。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是隐藏的全球首富。对呀，你不至于出卖自己的清白呀。是，全球首富不敢保证，有了这500万，咱们全村首富当定了。哎，放心吧，况且证都领了。哎呀，什么？你简直是瞎胡闹！爷爷，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不好意思啊，叔叔阿姨，我爸妈他们一时不太能接受突然结婚的消息，不过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爸。亲家公，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女儿的照顾。小黎很可爱，我们都很喜欢，很少能见到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了。亲家公啊，你生了个好女儿啊！想必你就是我女婿吧？好手段呢，含辛茹苦养了这么多年的宝贝女儿，才出来1个月就被你给拐跑了。这手劲好大呀！沈黎的爸爸不会是种地的吧？叔叔，我发誓我对小黎是真心的。叔叔，我发誓我对小黎是真心的。哎，亲家公，误会呀！你放心啊，我们绝对没有欺负小黎啊。亲家公，他们都是自由恋爱来的，做家长的别操心了。开2瓶好酒，待会儿让老顾陪你喝点。好，走，我们喝酒去。我们走吧。爸，我怎么感觉小黎陷进去了呀？所以我们这些做家人的得帮小黎好好看看这家人怎么样。你啊，找个时间跟他爸说一下，暂时呢不让小黎知道咱们的身份。走。好。季清寒这个逆女，蠢材，她得罪谁不好，得罪沈氏集团。爸，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干嘛？我那还有事儿呢。你他妈还有脸说？你难道不知道咱季家在跟沈氏集团合作吗？谁他妈给你的胆量，敢去惹沈总？我没有啊，爸，我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去得罪沈总呢？少废话，不是你，难道是我去得罪的？
人家沈总点名道姓要你在沈氏集团跪着，你还想狡辩？你赶紧给老子跪好了！今天因为你搅黄了与沈氏集团的合作，你就给我滚出戚家，知道吗？冲我跪什么？跪那边！蠢货！哎。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呢？沈总，子不教，父之过，你为什么不跪啊？沈总，这一切都是这个贱人惹的祸，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呢，不在乎是谁欺负了我的家人，我在乎的是你们季家谁欺负了我的妹妹。你们两个今天打算给我个什么交代啊？明明是季家其他人得罪了沈总，你干嘛怪在我头上啊？你是我亲爸吗？住嘴！住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沈总，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请你老大发慈悲，给我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给你机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季家欺负了我的妹妹，我就这么走了，不是显得我很没面子吗？没有，你是首富之子，应该是没有哪个不想活的，敢议论沈总。你也说了是应该，那就有可能。既然这样的话，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给我跪着，时间还早，就跪到明天这个时候吧。为了你的面子，让我在这跪一天？住嘴！小女不懂事，冲撞了沈总，沈总不要介意啊。我父女二人愿意在这儿给您看家。真是条好狗。总之，情况就是这样。小黎救了我一命，除了小黎，我谁也不娶。真是个坏人，明明就是喜欢我，还骗我假结婚。你都不追我，我怎么知道你的心意啊？叔叔阿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骗你们的。我家里条件不好，我只想让家里过得好一点。还有，我绝对不是那种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的女人。小黎啊，这段时间我对你真的挺满意的，本来还想着今天找一个人安排个良辰吉日，让你和小周。哎呦，你干嘛？小黎呀，你看，你顾叔叔也说了，我们呀对你确实很满意。这件事说到底也不怪你，阿姨就是想说，你看小周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试着相处相处。我不同意。我算是看明白了，我们家小黎救了你们家儿子，你们非但不感激，还让你们这对恶公婆虐待了1个月。今天就到此为止。你爸还没窝囊到靠你这点窝囊钱来养的地步，跟我回家。等等，顾正，你就这样看着我走，什么话都不说吗？你刚刚还说非我不娶呢，你还欠我一场恋爱没有谈呢。还有，我们可是合法的。对，我们是合法的，你们谁也拆散不了我们。小黎，他顾周何德何能？他给你灌了多少迷魂汤，把你迷成这样？是啊，小黎，只要你想，有大把的青年才俊哭着求着把你娶回家门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爸妈，我从小都听你们的话，你们让我做一次主吧，我相信顾周会对我好的。不行，跟我回家。爸妈爷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黎。你放屁！够了，我早就打听过了，你们沈家不过是一个乡下种地的，一家人在家里心安理得的吸小黎的血，你们这些人配做小黎的家人吗？哎呦呦，还我们顾家高攀你们沈家似的，
你们沈家怎么不上天呀？你以为租套衣服，你们就是沈氏集团老总了？我儿子顾周不仅配，而且绝配，天仙配。你凭什么这么说？你知不知道沈氏？别跟他废话。顾源，你很好，你们顾家很好，你们好好给我等着，等着我送你们沈家的大礼。起风了，顾家要破产了。完了完了，你爸妈不会和我爸爸妈妈爷爷打起来吧？我爸爸妈妈爷爷身子骨不好，你快劝劝你爸妈。老婆，你放心，我爸妈很有分寸的，不会伤害爸爸妈妈和爷爷的啊。谁是你老婆？谁是你爸妈？臭不要脸的！今天我爸妈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就离婚。老婆，我好像听了一个笑话，一个种地的让我顾家破产，哎，好可怕！真是太搞笑了，老公，这是我听过今年最搞笑的笑话了，笑死人了！太过分了！你爸爸妈妈怎么那么说我们家？那这个婚也别结了。小黎，我替我爸妈给你道歉，我们家绝对没有瞧不起你们家的意思。我求你，你原谅我吧，我发誓一定对你好啊！这还差不多。好了，你快劝劝你爸妈吧，我怕我爸妈都被你爸妈气死了。爸妈，你们别笑了，再笑你们儿媳妇就没了。小黎走了，我谁也不去。爸妈、爷爷，你们要干啥呀？我结婚证都领了，难道你们想让我顶着一个二婚的名头找对象吗？你，哎呀，好，我同意你们俩继续交往下去。不过现在你这臭小子可配不上我们家宝贝孙女儿。你们顾家不是设了考验我女儿吗？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考验你们顾州呢？就凭他现在的身子骨和能力，我绝对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哎，是不是我的好脸色给你们给多了？就凭你们也配跟我谈条件？就凭你们也配考验我儿子？哎，先看看他们想怎么考验小周。你们想怎么考验我们家小周呀？我要看到顾周有能力照顾好我女儿，所以第一个月内，在没有你们的帮助下，顾周要能挣够5000万。第二，这1个月里，我要看到顾周是真心喜欢我们家小黎。第三，你小子需要锻炼，瞧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样保护我的宝贝孙女儿？你做梦！你们是什么东西，居然敢考验我儿子？我同意。我同意。你只要能和小黎在一起，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爸，你说句话呀！小周说他同意。好，我再给你1个月时间。1个月后，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你和小黎必须离婚。1年挣几个子儿啊？也敢学我们争考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沈氏集团老总呢。行了，这里没有你俩事儿了，你们先出去。我有点事儿要跟顾总单独谈谈。爸妈、岳父岳母爷爷，你们有事好好说，千万别打起来啊！小黎啊，你们俩先出去吧，我们还有点私事要解决一下。去吧。顾总，谈谈吧，我看你们对我很不服气啊。这个泥腿子的气场怎么回事啊？不对，他就是个种地的，有什么狗屁气场？错觉，这一定是错觉。沈先生，你应该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情况。说句难听的，小黎嫁给小周，那都是你们沈家高攀了。你说我们有什么好聊的？对，小黎嫁到我们顾家，还能把她委屈了？整这出，搞得好像我们顾家高攀你们沈家似的。哼，给你们机会，你们也不中用啊。行了，懒得废话了。我就是沈氏集团董事长沈乔。行啊，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我不装了，我摊牌了。老公，你听见了吗？他说他是沈氏集团老总。听见了，老婆。你说他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他觉得和沈氏集团老总同名同姓啊，他就是沈氏集团老总了。你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沈氏集团的老总？你不会上网去搜，没有我的照片了吗？哎，算了，老婆，我们的亲家肯定有什么大病，我们不能记他，顺着他们就完事儿了，让我们搜给他们看就完事儿了。真是的，给我气的都没有理智了。我们居然跟这么几个精神病掰扯了这么久，怪不得小黎这么能干，摊上这么一家人也是没谁了。哎呀，就当陪傻子玩了啊！亲家，刚才是我们不对，我自罚一杯，给你赔罪了。查出来了，现在想攀高枝儿，是不是晚了点儿？哎呀，这病得不轻啊！怎么说也是小黎的爸爸，我未来的亲家，看能不能送去治治。要让人知道我顾远的亲家是群神经病，我这脸不得飞了呀！亲家，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也不要说谁攀谁的高枝了。这些年你们把小黎抚养成人，一定很辛苦吧？这样吧，明天我们一起去医院做个体检，咱有病就治，治好了呢也别回去了，就在这儿住下吧。我们几个老的把日子过好了，也省得小的提心吊胆的，是不是？我他妈这辈子就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人，你还这么离谱的觉得我们有病？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查查，我一个世界首富，我骗你干嘛？好啦好啦，我这包吃包住，给你们一家人一顿饭吃还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就别出去骗人啦。老公，别说了，沈总，对不起，是我们夫妻俩没见过什么世面，冲撞了沈总，还请沈总见谅。老婆，你这是干嘛呀？哎呀，你看吧。沈总好，沈总好。哎呦呦，你们儿子顾周不仅配，而且绝配，天仙配。现在呢，配不配？亲家母，你大人有大量，这不是没有认出你们的庐山真面目吗？你看，既然我们小周配不上沈小姐，明天我就让小周再也不要骚扰沈小姐了。你们大人有大量，千万不要跟我们计较。错梦！把我们家小黎当什么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臭小子敢伤害我们家小黎，我就让你们顾家全部上街去要饭。我们沈家人可是说一不二。叔叔，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应该庆幸，要是刚刚你们觉得我们是下等人，就趾高气昂的让我们将小黎送给你们当儿媳妇儿，你们顾家确实该破产了。机会我已经给了那个臭小子，能不能把握住就是他的事儿了。本来我们今天呢是来公布小黎的身份，但是为了这个考验，我决定再等1个月。在这期间，你们要是敢把这些透露给他，后果自负。我们走。沈总，慢走。吓死我了！谁能想到小黎居然是沈氏集团的千金？是呀，谁能知道沈氏集团千金居然到我们酒楼来当服务员，还被我儿子拿下了，真不愧是我儿子。都说穷养儿，富养女，你说这沈氏集团怎么是反着来的？那沈墨，沈氏集团副董事长，风光无限，却让小黎在外面吃苦受累。
对呀，你说他们沈家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要是小黎被富养了，那怎么可能轻轻松松被我儿子泡到手啊？沈家人脑子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顾家要起飞啦！顾州，从现在开始，考验开始，希望你能达到我的要求。亲家公啊，既然要考验小周，你们这来来回回的跑，算什么样子啊？我这酒楼别的不多，就是房间多，回头我让人收拾收拾。这段时间啊，你们就在这边住下，怎么样？可以，既然事情已经说清楚了，那我女儿还用留在这儿当服务员吗？不用不用，都是自家人，还当什么服务员呀？小黎啊，以后就跟着我做助理，绝对不会亏待她的。啊，不行的不行的，阿姨，我只会干一些粗活，我怕到时候给您添麻烦。别这么说，阿姨看你啊，就是冰雪聪明，心灵手巧，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学点东西吧。亲家公，你们怎么说也是初来乍到，一定没有逛过沙市这边吧？走，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沙市的特产。不必了，我们呢自有去处。我送你。小林啊，我一定会满足岳父岳母的要求，我一定会娶你回家。我相信你。小黎，走。儿子啊，你们的事儿，爸妈也给不了你们太多帮助。这是爸妈的一点私房钱，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妈，你放心，我这段时间不眠不休，没有浪费时间。我已经成功拿下一个项目，现在已经勉强能满足他们第一个要求了。我会撑住这个家。时间到了，你可以不用跪了。爸，赶紧回家吧。我一定要揪出那个得罪沈总妹妹的贱人。哎呦，爸，我脚麻了，快扶我起来吧。爸，你怎么了，爸？爸。喂，120吗？我爸晕倒了，你们快派人过来！快！爸！哼，真是自作自受。沈总，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直接让他们破产挺无聊的，让他们一步一步走进自己挖的坑才好。喂，小莫，你妹妹结婚了。什么？小黎结婚了？她不是才出来1个月吗？是不是小黎被哪个黄毛欺负了，看我不打爆他的狗头？人家没有欺负小黎，说起来呀，发生这种事都怪我们。哎，行了，我跟你说啊，就是接下来1个月，我们要留在这里看好这小子到底是不是你妹妹的良配。公司就交给你了啊。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但想当我妹夫没那么容易。给我去查清楚那个黄毛到底是谁。困成这样也不知道回家，就算你挣不了这5000万，我也不会离开你的。你怎么来了？我跟阿姨刚学习完，路过这里，想看看你在不在忙，就进来了。明明就是关心我，图谋不轨。才没有，你在胡说八道。不可以，小周，
我们还没确定关系呢。我说过了，非你不娶。你慢点，你弄疼我了。哎呦，臭小子，平时这么直男，想不到关键时候还挺上道的。加油，加油，加油！江夫人，给谁加油呢？哎呀，亲家公呀，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呀？怎么等我睡了，好让你家臭小子欺负我女儿？哼！哎呦，混账东西！混账东西！不许伤害我儿子！爸，阿姨，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俩在干什么？啊，这不是爷爷说我身体不好吗？在这儿工作太晚，就没时间去健身房，然后就抱着小黎锻炼身体。锻炼啊，锻炼好啊。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扰你了哈。你要锻炼，拿哑铃锻炼。我女儿不是你的锻炼器材。这买了还没到，爷爷不是说1个月内要练好身材吗？我也不能不听爷爷的。走。儿子，你是不是知道你岳父要来，才假装深蹲的呀？没有啊，就器材没到嘛，就抱着小黎做2组。哎呀，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钢铁直男？亲家公，你看这考验算通过了吗？不错，这个考验通过了。不过这仅仅是第1个考验，可明天期限就到了，你还有2个考验尚未完成。小黎，自从你在水里把我救起来那天起，我就对你一见钟情，我就想不顾一切代价跟你在一起。可这1个月里，你的勤奋、善良、勇敢，深深的打动了我。那时候我就想，我想让你一辈子无忧无虑的做我的小公主。小周，如果你只是想用几句轻飘飘的话来证明对小黎的真心，我劝你就不要再纠缠我们家小黎了。妈，小周已经很努力了，光是完成第1个考验就花了这么久，还有2个考验，怎么可能就在明天完成啊？小黎，我要看到的是他对你的真心，不是这些花言巧语。如果达不成我的要求，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爸，你帮我劝劝嘛，还有1天时间，小周怎么完成嘛？可惜了，我呀耳根子软，怕老婆，说话也不算话。你要是过不了你妈这关，我也没办法。其他事儿啊都可以，唯独这件事儿不行，它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我绝不妥协。亲家母啊，不说其他2个了，就第1个考验，那项目正常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小周他1个月就做完了，已经很努力了。至于剩下的，好了，我们沈家人说一不二，3个考验就是3个考验。出来很久了，家里多了很多事，我要带小黎回去。至于剩下的2个考验，就看你明天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了。小黎，伯父、伯母，我一定会在这一天完成剩下的2个考验，来证明我对小黎的真心，也证明我能够照顾好她。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证明。小周，我等你来娶我。小黎，我爱你。
小周。你没事吧？小林，你没事太好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妹妹，好久不见。妹妹，好久不见。哥，你好了，如果你没有追出来，当然也就没这场车祸，你就永远见不到小黎。还好你小子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小周啊，恭喜你通过考验了。还愣在这干嘛？快把车停好，去！不是你出的馊主意吗？冲我发什么火？爷爷，你说的是真的吗？我通过考验了。是真的，3个考验你都通过了，我们呀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小黎，我可以娶你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说我们这样乱来，小黎会不会生气呀？我不管，要是小黎问起来，我就说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对，我和爸都是你指使的，跟我们没关系。你们这样做，良心不会痛吗？不会啊。爸，明明是爷爷的馊主意，为啥让我俩在这儿罚着呀？爷爷说话，你敢惹啊？太好了，你们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好小子，不愧是我儿子，干得漂亮。亲家母，既然你们愿意把宝贝女儿交给我们，那我们也不能差事儿。这个酒楼就当做是给小黎的彩礼了。阿姨，不，这个酒楼是你跟叔叔打拼了大半辈子的事业，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哎，小黎啊，我们老了，这些东西啊，迟早都要交到你们手里的。况且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你安心收下吧。臭不要脸，就没见过这么臭不要脸的人。这个老姑说的好听，用全部家产做彩礼，有本事别要我的回礼。你手里是不是有2个6星级酒店？用这个当回礼。爹用一个破酒楼换我2个6星级酒店？要不是看在他是小黎的公婆上，我不给他俩送精神病院去。小黎，其实有件事儿我们一直瞒着你，沈氏集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家的。妈，咱们家有钱没钱我还不知道吗？还有那个什么沈氏集团，怎么可能是我们家？你糊涂啦？沈强，你快滚过来！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跟小黎解释。小黎啊，那啥，你妈说的确实是真的，咱家确实是全球首富，沈氏集团确实也是我们家的。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不是的，小黎。小黎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从你进我们沈家的第一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们全家人都是你的家人。对。顾哲，你呢？你也是因为知道我的家世才跟我在一起的吗？小林，说实话，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们家是全球首富的。
小周啊，你先带你父母呢出去一下，我们和小黎呢有些事情要谈。小周啊，你先带你父母呢出去一下，我们和小黎呢有些事情要谈。小周，你别走。小黎啊，这是我们的家事。虽然我们顾家没有你们沈家有背景，但如果你们对小丽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哎呀，那是18年前，我和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决定啊，就这样瞒着你。事情就是这样。小黎，其实那天爸妈去找你，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告诉你，但谁知道你竟然跟顾州那臭小子结婚了，爸妈还因为这个事大吵一架。我们沈家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沈家有今天全是靠你，所以我们沈氏集团唯一继承人的位子还是给你留着。天道酬勤，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对不起，小黎，因为这些事太匪夷所思，所以才一直没告诉你。小黎啊，都是我老头子的错，这主意是我出的，是我对不起你。小黎，这些年都是妈妈的错，你能不能不要怪妈妈？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的孩子。妈妈，要不是因为你们，我早就饿死了。我怎么会怪你们呢？如果是因为我，沈家才一步步走到今天，那也是我应该做的。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终于同意我们结婚了！丽丽，你居然还有这种能力呢！所以你要不要帮忙？有我在，赚钱超快哦！丽丽，你花了18年才把沈家推到全球首富的位置，你还有几个18年啊？所以，你以后的苦日子到头了，赚钱的事就交给老公吧。我才不要当花瓶！你别忘了，现在这家酒店的老板是我，而你才是那个打工人。哦，原来你才是老板娘啊！那以后我就负责貌美如花吧。死样！小周，我已经算好良辰吉日了，3天后给你们举行婚礼。太好了！小黎，这玉镯呢是小周奶奶给我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其实之前就想给你，一直没有机会。既然你们已经定下来了，这玉镯就交给你了。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阿姨，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你马上就是我顾家的人了，我对你好是应该的。好了好了，小黎的爸妈还在外面等着呢。我等你来娶我。我一定会。爸。哎，坐。这是沈氏集团的转让协议，你签个字，沈氏集团啊就是你的了。这可是全球排第1的公司，就这么给我了？给你，你就签了吧。骗你的，我就是想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把公司给我。现在我知道了，我就不要了。
这份合同啊，我会一直留着。你什么时候想要，随时可以跟我说。沈总，季家妇女来了，说想要见你。哼，当了这么久的孙子，也该当回爷了。哼。清寒，你这个办法能行吗？那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你要是能查到欺负沈总妹妹的贱人，我也不用这么作践自己。沈总，你可算来了。季总，我可不觉得我们有那么熟。沈总，真是个废物，连路都走不稳。行了，你们两个喊我来，是找到欺负我妹妹的凶手了吗？沈总，上次我们听您的跪在公司门口1天1夜，那个时候这件事儿不是已经了了吗？哎呀，你在教我做事吗？你有证据证明我原谅你了吗？沈总，我可没有时间跟你们两个废物浪费。沈总，你别走，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那个合作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合作已经不可能了。哼！沈总，求求你呀，沈总！我们季家为了这个合作已经倾尽所有了，可千万不能作废呀，沈总！可以啊，你想要机会，那就把欺负我妹妹的凶手带到我面前。都怪那个欺负沈总妹妹的贱人，害得我们俩被连累。放心吧，这次我一定把这个贱人给揪出来。沈总不是我们惹得起的，你最好把你那些不该有的想法收手。不可能，沈墨这么欺负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好了好了，没事的啊。他怎么又跟沈墨搞在一起了？小黎，爸妈好心给你办个认亲宴，干嘛老是拒绝他们？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啊，还办什么认亲宴，多生疏啊！难道结了婚就觉得咱们不是一家人了吗？好了，大忙人，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你该忙啥就去忙啊！沈总，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她跟好几个男人好过，你可千万别跟她走太近啊！季清寒，你还真是找死啊！季清寒，你还真是找死啊！沈总，小女不懂事，你大人有大量，放了我女儿一马吧。沈总，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不要跟这个放荡女人走太近，你为什么要打我？妹妹，没事吧？你放心，只要有哥哥在，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季清寒，我已经给过你2次机会，为什么你始终都意识不到，欺负我妹妹那个人就是你啊？啊！我都不认识你妹妹，我怎么欺负她？可你刚才当着我的面侮辱了我的妹妹，你怎么那么笨啊？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现在反派都那么笨吗？啊！你们怎么来啦？
是你？我明明都查清楚了，你只是个乡下来的，你怎么可能是沈总的妹妹呢？逆女！爸，我不是你爸！爸，我就说那天为什么沈总指名带姓的让我把你喊来，我就说找了1个月还找不到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你呀！沈总，是我教女无方，我把这个逆女交给你，任你处置，你可千万不要作废了沈氏集团和我季家的合作呀！季天，能不能不要那么天真？自从你女儿欺负了我妹妹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合作了，你不知道吗？啊！好，爸，逆女！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季家的人，滚！沈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哎，没想到沈氏集团还有一个千金呢，刚刚公布出来就要结婚了，真羡慕那个新郎，全球首富家的千金啊！听说他们家就是个开酒楼的，好像姓顾哎。是吗？沈离他凭什么？我哪里比不过他？看来堂堂季家大小姐也是个玻璃心的废物，报复沈家还是让其他人办。难道你有什么对付沈家的办法吗？如果你有的话，我做什么都可以。你不行。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什么都可以。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求求你了。看你怎么做了。具体怎么做我都告诉你了，事成之后会有人接应你。好，我保证完成任务。这件事儿不许出现任何差错，如果你搞砸了，我会让你过得很惨。我知道了。哼，沈家，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哎，真漂亮啊！这就是沈氏的千金吗？真没想到这么漂亮。这顾州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能把这顶级白富美给娶了？小黎，恭喜你，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们有一些礼物送给你。沈氏集团祝沈黎大小姐新婚快乐，特地送上云顶花园别墅1套。好，限量版法拉利1辆。好，城北经开区地契1张。这也太阔绰了吧！海洋之心钻石1颗。好。小黎，爸爸看着你从一个小丫头长成如今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今天你嫁人了，爸爸既开心又不舍。你从小就是一个勤劳、聪慧、善良的孩子，是爸爸的骄傲。顾州，我把小黎交给你，希望你一生呵护她，爱护她，你们共同扶持，白头偕老。好，好。放心吧，爸，我会幸福的。爸，我会一辈子对小黎好。新郎，请问你是否愿意娶你身边这位女士为妻？无论贫穷或者富贵，健康或者疾病，都爱她、珍惜她，对她不离不弃。我愿意。新娘，
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你身边这位男士为妻？无论健康或者疾病，都对他不离不弃。我愿意。哦，好，请双方佩戴婚戒。此刻，让我们见证这个幸福美满的时刻。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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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亲一个。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沈离，顾舟是我先喜欢上的，你不许嫁给他。哎呦，这女人谁呀？这么霸道啊！什么情况？季清寒，你今天来这里闹事，到底想怎么样？今天是我和小黎的婚礼，请你自重。顾舟，你怎么这么狠心啊？当初明明是你先让我有的希望，现在你跟我说让我自重，你跟别人结婚，都是你，你这个心机女，都是你用手段骗走了他，我跟你拼了！季清寒，我和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说我喜欢你，请问我什么时候对你透露过半句情意？顾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明明是我先来的。季清寒，感情的事讲究的是两情相悦，顾舟自始至终未对你展现过一丝情意，何来我抢你爱人一说？我呸！沈离，要不是你家里有权有势，顾舟他能喜欢得上你吗？你就是一个靠家世的花瓶罢了。我和顾舟是真心相爱，与家世无关。况且，我和顾舟的感情，不是你一两句话就能破坏的。沈离，你等着，我不会让你过安生日子的。季清寒，你别再发疯了，保安！谁也不许动！谁要动，我就让这场婚礼变成葬礼！你们，沈总，这是假的，把他带走，直接报警，让警察处理。真是个蠢货，还敢坏我好事，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第一步，开始了。小小插曲啊，看来我们的顾先生太有魅力了，连婚礼上都有人抢着上台表演呢。此刻，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对新人。烈，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好你的。第一步完成了。好香啊！行了，正好吃早餐。我要你喂我吃。好。好吃。你吃饱了，我还没吃呢。哎，你不上班了？上班去。好好好。老公加油！放假了就在家里好好休息，需要什么就吩咐佣人。乖乖在家等我哟。我跟小周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知道我这能力能不能作用在他身上。算了，试试看。
我可真棒呀！噔噔，不，耶！顾总神了！顾总神了，顾总。什么事啊？咱们3个月前啊，低价买的蓝海科技股票啊，本来以为烂账，没想到今天一开盘直线拉升，暴涨300%呀！咱们净赚8000多万呀！300%，蓝海科技，一家半死不活的公司，查明原因了吗？有没有什么利好公告？没有公开报道，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在硬抬股价。继续观望，分批卖出。好。耶！顾总爆了！天猫旗舰店滞销了半年多的海鲜礼盒，定价8888，没有人买的那个，今天下午订单跟疯了一样，1万多单库存全都卖空了。什么？1万件滞销品瞬间卖空？你不是在逗我吧？顾总，你管他怎么卖空的呢？钱可是实打实到账了，8888万呢。知道了，钱款确认无误的话就入账吧。哎，你先回去处理一下后续的事。好的，顾总。哇！顾总，这是一个匿名跑腿送过来的，需要您亲启。顾总，需要采取最高级别的调查吗？协议交给最信任的律师团队，让他们用一切手段调查其真实性和法律效力。至于来源的话，暗中调查，不要声张。明白。如果这就是黎丽的能力，这也太逆天了吧！怪不得短短几年的时间，沈家就能成为全球首富。8200万，8880万，3.5个亿，6000万，4亿，7000万，一天赚10个小目标，这赚钱速度简直神迹啊！啊？喂，爸。小周啊，你猜怎么着？咱家那2个酒店就刚才被人包了1个月。包场？爸，咱们那可是6星级酒店啊，包场1个月得值多少钱啊？怎么可能？而且啊，那么多客人处理得过来吗？对方直接派了个律师团队过来现场谈判，除了支付正常房费、餐饮、会议设施等所有预购收入外，额外支付了2个亿的进场补偿金，还有服务溢价。要求只有一个，1个月内酒店只为他们指定的那位客人服务。对方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签了支票预付款。2个亿1个月，这么大手笔啊！目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刚继承了巨额遗产的年轻富二代，姓王，说是特别崇拜你，听说你结婚了，用这种方式表达祝贺，也希望以后能跟你交个朋友。小周啊，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大能量的崇拜者了？这手笔太吓人了。崇拜我，祝贺我。公司一天狂赚10个亿，父母酒店被天价包场，我的妈呀！老公，我来说。好。哎，小周啊，这会不会是小黎的关系啊？昨天的婚礼，今天这，哎，妈这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呀？这好运好的有点过头了吧？
老公，你回来啦？今天这么早，公司不忙啊？你干嘛这么古怪的看着我？丽丽，你今天一天都干什么了？就插插花，看看书，想着晚上试着烤个小蛋糕。对了，我今天上午把客厅收拾了一下，给你熨了衣服。我是不是太闲了？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做点别的。整理客厅等于匿名汇款5000万，榨果汁等于股票暴涨8000万，插花看书等于酒店被天价包场2个亿。那他想烤个小蛋糕，会不会导致明天某个国际矿业突然送他一座金矿呀？丽丽，你这个能力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好，我答应你。顾舟，你怎么了？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啊，公司很好，好的不能再好了。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娶到你，花掉了我上下800辈子的运气。傻瓜，能嫁给你是我最大的运气。10亿啊！一天还有2个亿的包场，看到了吗？这就是他的能力。只要他稍微动一动，金山银山就会向他靠近。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沈家的一切都是靠他？凭什么没有他，沈家就一无所有？凭什么爸妈眼中只有他？凭什么我为沈家付出了这么多，爸妈还要把集团给他？我才是沈家唯一的独生子。那块地，那个合同，我都要拿回来。她已经嫁给了顾家，运气只会流向顾家。如果她继续掌管沈氏集团，那沈家也会完蛋，而我也会一无所有。沈总，那我们之前计划……计划照旧，但是要更快、更狠。既然他已经知道了它的价值，就不能再用温和的手段了。把科技风险股的评估做得更高，风险隐藏得再深一点。记住，据传播消息，就说沈离他命格特殊，旺外不旺内。如果他继续掌管沈氏集团，会影响沈氏集团的根基。说得越玄乎越好，特别要让那些老古董都听到。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派人去盯紧顾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娶了一个什么东西，说不定还多个盟友呢。去吧。老沈，小黎这福气太显眼，难道真的要把股份转到他那边吗？我怕阿莫他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他心里这个刺啊，就是因为这个才越扎越深。他觉得我们偏心，不想承认沈家的一切都是靠小黎得来的，甚至啊，觉得我这个父亲否定了他所有的努力。可是，那事实不就是如此吗？那如果没有小黎，哪有沈家的今天啊？我们现在还在村里种地呢。别说了，这件事啊，永远不要再提。其实啊，我挺理解阿莫的。沈家是因为小黎而起，但这些年阿莫一直很努力，他就是钻了牛角尖儿。他不仅想要权，还想要彻底否定小黎的存在，来证明自己的意义。那怎么办？难道真的把公司转给小黎呀？可是那孩子他志不在此啊，并且他现在也嫁人了。就算小黎不要，我也绝不会交给一个心胸狭隘、只想窃取，甚至毁掉家族根基的人。如果阿莫敢动歪心思伤害小黎，我宁可把公司捐了，也不留给他。丽丽，怎么了？大哥给我打电话了，
说给我做嫁妆的那块地关系到沈家未来的命脉，希望我以家族为重，深入参与，并且暗示爸爸希望我开始接手一些核心业务。丽莲，你对管理沈氏集团感兴趣吗？不感兴趣。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公司有大哥和管理团队在，挺好的。那我们去看看。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任何人说什么，公司的那块地皮和股份是爸送给你的新婚礼物，是你的个人财产，你有绝对的决定权。千万不要因为他们说什么而感到有压力，尤其是家族责任之类。阿周，我想让你陪我去。你是我老婆，我当然会陪你去。走吧。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吸引数百家高科技企业入驻，年产值可达数百亿，彻底改变城北区的格局。而沈黎小姐，您手中的这块地便是整个项目的核心枢纽所在。小黎，你看，这个项目不是一个简单的项目，这是关乎沈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大计。爸爸也是这个意思，希望呢你能帮沈家出一份力。如果你能把这块地当做资产注入这个项目，哥哥向你保证，你的资产将是现在的10倍甚至100倍。大哥，这份计划书确实挺吸引人的，不过我有个小问题。这份前景预测都是基于最乐观的估计吧？前期的基础设施投入、政策风险以及未来5年的盈利周期、巨额亏损预期，都在报告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据我所知，就连沈氏集团的现金流也并不足以独立支撑如此庞大的长期烧钱项目。小黎说的对，这么优质的项目，我们不去引入外部投资来分担风险，反而要让小黎拿出个人地皮。这块地皮即使不开发，升值潜力也是巨大的。大哥，这么着急让小黎拿出地皮，甚至搬出家族大义，这行为确实让人有些费解。顾周，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这个当哥哥的会坑自己的妹妹吗？这是沈家自己的事情。小黎是我的妻子，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只是在帮她分析商业合作的基本逻辑，或者说，大哥其实并不想合作，只是用一份看似美好的商业计划书来骗取小黎手里的地皮，可能后续还想骗取他手里的股份。毕竟有了地皮做筹码，让他拿出股份作为投资的话，也是顺理成章的吧。顾周，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不就是个靠运气娶了小黎的暴发户？这是我们沈家自己的事情，关你什么事儿？小黎，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外人来挑拨我们兄妹的关系吗？原来所谓的家族亲情，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大哥，虽然我结婚了，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今天的大哥，我太陌生了，我很难过，因为你让我太失望了。我明白，你不就觉得这块地在我手里浪费了吗？你就是觉得沈家的一切都该是你的。好，我给你，我都给你，地皮、股份，我都给你。不过，从今以后，我和你沈墨和沈家再无任何瓜葛，也请你以后不要再用亲情来算计我。阿周，我们走。沈黎，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没有沈家，你什么都不是，你早就饿死街头了。还有，你以为顾周是真的爱你吗？他只不过是看中了你的运气，等你没有用了，
也会一脚把你踹开。什么？你会为你今天说出的话付出代价。哼，哼。沈总，不好了，规划局这边卡住了，说是让我补充17份的环境评估报告，这生态环境园的项目至少得延期半年。半年？光是资金成本就要多出多少？赶紧给我想办法，找关系塞钱啊！哦，是。沈总，不好了，我们之前为了快速启动项目，通过几家私募拆借的短期过桥资金，对方突然要求提前还款，理由是风险评估发生变化，我们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提前还款？合同呢？告他们呀！合同有模糊条款，他们钻了空子，而且之前看好项目，说是可以做担保的几家银行也临时变卦，说是暂缓。沈总，我们之前谈好的几个意向入驻科技股的头部企业都突然婉拒了，理由五花八门，不是说这样那样的原因，就是说已经找到合适的园区了。滚！都给我滚！完了，都完了，怎么会这样？顾总，事情太顺利了，市场份额又提升了5个点，成本再次意外下降，利润率创新高。竞争对手毫无还手之力。另外，海外市场异常顺利，所有批次一路绿灯。新门店开机爆满，客流超出预期150%。很好，大家辛苦了，保持这个势头，只要能成1个月，年终奖全部翻倍。啊！谢谢顾总。哈哈，啦哒哒，嘟。看看，这就是你逼走小黎换来的，股价暴跌，项目停滞，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哎呀，行了，爸，这只是暂时的困难，是市场调整，跟沈黎他没有关系的。阿莫，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从小黎离开那天，沈家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我不明白，我才是沈家唯一的继承人，她只是个养女，没有她，我一样能行。冥顽不灵，要是没有他，沈家根本什么都不是。现在好了，因为你，他与咱们沈家断绝了关系，带着他的福气走了，留下烂摊子，我看你怎么办。从明天起，你暂停集团的一切职务，好好给我回家反省。阿莫，你好好想想吧。丽丽啊，你说怪不怪啊？之前恶意收购我们股票的那家基金啊，竟然因为3年前老板的旧案被查出来，被抓进去了。而且啊，他们的股票正在被清算，我们很便宜的买回来。那很好啊。哦，对了，明天天气很好，要不去看看爸妈吧？听说他们接了几个国际会议的大订单，玩得不亦乐乎呢。好啊。小黎，妈，爸，你们怎么来了？亲家公、亲家母，这么巧，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小黎，最近过得还好吗？妈妈很想你。我很好，妈，您和爸也要注意身体。小黎，家里的事儿你也知道了吧？你哥哥他，是他混蛋，
是他对不起你，爸爸替他向你道歉。小黎，是阿莫他伤透了你的心，我们没脸求你原谅他。可是目前沈家眼看就要垮掉了，还有阿莫，他再不对，他也是你哥哥，以前他也是真心疼过你的。捡来的孩子哭唧唧，抱来的孩子没人疼，哭唧唧没人疼，哭唧唧没人疼。谁说没人疼？谁说没人疼？谁说没人疼？别打了，小黎。小黎，爸爸不是要你回去，也不是要你再给沈家什么，只是希望你能不能不要再怨恨了，好吗？就当是看在这些年爸爸妈妈没有亏待过你的份上，沈家现在真的很艰难。爸妈，我怎么会怪你们呢？哥哥的事是他自己的选择，后果也该他自己承担。但是，我答应你们，我不再怪他了。你们永远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们也永远是一家人。我明白，那毕竟是你的父母，过去的感情也是真的。你选择原谅沈墨，是你的大度，是为了不想让你爸妈太难过。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丽丽，原谅不代表遗忘。我不干涉你跟你爸妈的来往。但是关于沈墨，关于沈家的生意，我们必须保持距离。我不想再看到你受到任何伤害了，明白吗？我知道，我心里有分寸。谢谢你，阿朱。董事长，和新源集团的合作基本敲定了，虽然利率不高，但盘活了城东那块闲置的地产，资金流能缓解不少。是啊，银行那边态度也缓和了，同意我们将贷款延期3个月，并且今天股票也回升了2个点，总算是看到点希望了。辛苦各位了，通知下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度过眼前的难关。散会吧。好。小黎，谢谢你，还愿意给沈家一个机会。好转，是因为他施舍了一点恩赐。凭什么他什么都没做就能受到所有人的赞誉，而我却只能躺在这个病床上？凭什么？沈总，您不能情绪激动，您的胃出血刚止住，需要绝对静养。我没事，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的事情。出去吧。出去！我不出去。老板，查清楚了，沈家这次能有喘息的机会，确实是因为沈乔夫妇和沈黎见了面之后发生的。还有顾州那边，这个运气好的简直是离谱。每次重大的利好发生，都是与沈黎的日常举动时间点吻合。大小姐之前疯癫时说的话，恐怕是真的。哦，看来我那个蠢女儿歪打正着，发现了真正的宝藏啊！不是运气，这是一种规律，或者说是一种可被引导的能量。老板，您的意思是？沈墨这小子莽夫一个，只懂得强取豪夺，根本不懂得怎么去驾驭这种力量。如果我们能请到沈黎小姐，对她细心照顾，
让他为我们带来好运，那季家失去的何止能拿回来？请，您打算？你去安排，要绝对隐秘，要像请贵客一样把他请来，要干净利落，让所有人都觉得是医院里那个半死不活的沈墨是他，贼心不死，狗急跳墙了。赶紧去吧。是。阿周，你什么时候回家啊？沈小姐，不好了，顾总，出事了，太太被绑架了。什么？搜索现场，调取周边监控，给我查！动用一切资源，我要立刻知道是谁干的。对方手法非常专业，看来是有备而来。初步判断，最近和太太有过节的应该是……沈墨他是在找死！给我查查沈墨现在在哪儿！好。顾总，这么大阵仗，是来看我死了没有？小黎在哪儿？把他交出来，不然我让你现在就死！沈黎，他怎么了？真是报应！看来想要他命的人不止我一个，可惜他不在我这儿。住手！沈总刚做完手术，不能受刺激，而且他这身体状况，怎么可能实施绑架？山林小姐，你醒了，让你受惊了。季天，这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别怕，其实我没有恶意，只是请你来做个客。我知道你有些与众不同的小能力。哎，那个清寒不懂事儿，得罪了你，我代他向你道歉啊。我们季家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你只需要和平时一样安心在这儿住下，做你喜欢做的事儿，让你的福气照耀到我们季家。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不是顾州的敌人，那就是我的仇人。最近同时被顾家和沈家针对的只有一个，季家。季天，这条老狗还敢呲牙！派人去查季天最近所有的动向，尤其是隐蔽房产。只要查到任何消息，立马发给顾州。记住，要匿名。好的。这条老狗也敢打我妹妹的主意。确定是这儿吗？我们已经按照那个匿名信息摸查过，是这里没错。目标位置已精确确认，内部的结构图和人员守卫情况也已基本掌握清楚。突击队已经全部就位，随时可以展开行动。记住，一定要确保太太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行动！沈小姐，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那可就不能怪我了。
如果感情上我们成不了一家人，那身体上我也不妨试试，说不定有一样的效果。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啊！祭天，你好大的狗胆！是你？你们怎么可能找到这里的？丽丽，小周，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好害怕，快你来了就好。放开我！你们这是陷害！是他们陷害我的！你放开我！你们这是违法的！祭天，周边监控画面已经清晰地记录了你非法拘禁沈林女士的全过程。这些证据加上沈女士的证词，祭天，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我要见我的律师！这是陷害，是顾周还有沈墨，是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我的。你的律师在外面，但提醒你，负隅顽抗没有意义。绑架、非法拘禁，甚至涉嫌使用违禁药品。季先生，你面临的刑期会很漫长。季氏集团目前已被查封调查，等待你的是法律的制裁。完了，全完了！带走。庆祝顾氏集团和沈氏集团股票双双创新高，也祝各位长辈健健康康。好，请。好，来坐坐坐。好。小黎，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想我了呀？你来啦，位置给你留着呢。哥，这是嫂子吗？你看，这还不快叫嫂子！嫂子好。快，掐把椅子，快坐下，坐。爷爷、爸妈，来，好。哥，以后做好事啊，可不能匿名啊，害我查了好久才知道是你啊。哎，你要是敢欺负我妹妹，我打爆你的狗头，你听见没？喝酒。真漂亮。辛苦了，看你最近。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一家人团结和睦，彼此扶持。